讲述完了。学台语啊吼，我还袂想讲迄台语才当时时嘛，就是因为大家对网络咧找搜寻，所以台语咧靠边，就是要会了台语那边嘛吼，所以这个翻译机会就是说也是做这个台语。咱若讲了问题咱起码咱周边啊，包括咱几个这个吼，规零三加领第一挂文。连混起了标题说不地珠山咯，如何这里刚好？我作文内不属于莫上内的，做修上，修上，以及九钢铁，做脸上存，做八路主要，为人，请上车。地主养老，作文也是我大米为零万，每是许多模了就多名随意用处不同，为零现在偏方语音不尽，无处繁华，定义定目，只合注心诸多，作文如是如是。以后我由你代行，你应放弃。热烈勇敢，不必说说，不管难去。你讲这个角度，这个三更半，照讲啊，咱讲三更半，照讲这个哦，还有印象是7点5点7点5点。2点8点到11点，3点11点，返回凌晨1点3点咱来讲半暝3点半所以半暝是伫3点的时阵半暝应该是咧12点22点那3点应该是加11点左右所以这3点我个印象就是规定是11点到加一了7点时间这一个game2点4点到3点5点3点到5点5点就是早上我早迄历史上咧地质地时代有迄早起如果5点就咧早跟早朝咧，所以照咧算，这个3点是11点到返回加这个1点这2点时间伫咧3点半的时阵当时这个过我是讲以早迄个讲单传学修，未公开，未这个着秘籍进行，拢是讲单传学修的为主这秘密的传法是秘密的道法是会使公开的对迄个传法，过去来讲拢是秘密的袂使讲迄传迄个三宝要公开，自古以来传法拢是秘密的咱来做环境这内底做3点半暝加洗食有因不能停电这咱至尊至纯的
卖想个代表的吼，你若显示讲你个台湾读书啦吼，最贵不认真调调啦吼。即马过来来讲哦，即个做卫生中枢是即个即个画介准啊，做参考。也看咱讲做啥物？讲咱台湾遮吼，你嘛咧讲即个做讲师的啊，即个做湖南的吼，走江湖嘛吼，走江湖就是讲师加湖南嘛。这就是咱若要找名师指点，前面方面嘛，你去考官，讲走江湖，讲是迄个讲师啊，是迄个湖南。你若看伊南边是迄讲师湖南的南边是迄广东啊，条啥？福建的吼，现在就北港小区，北港小区，这个福建，这个江西南边就是广东啊，这个福建南边就是这个福建，即马这个对这个广东讲要找这个我做风景代书就爱湖南的北边嘛，湖南的北边就是这个湖北江嘛，这个湖北江内底去倒转来，这重点是，这湖南的重点是它这个江西的鄱阳湖啦吼，这为了理想，要讲迄个13年了。是做别的当地的，这样对不要搞混淆。那以前这个东厂市啊，搞的这个东西，湖北方面啊，湖北方面，东厂市啊。故乡广东新市后来佫移到南台吼，后来佫移到南台了吼。所以做要做前立方明书，你就考官是安尼，向北的吼，行30多年过，安尼看我是过路了吼。以早是讲坐过去的吼，是讲有即个啥物地外落坐吼，毋是要车坐要车了吼，行路安尼看我是过路，看风入树吼，你嘛讲一人地生疏吼，你帮助的做唔对吼。若讲半途啊，是要去讲毋知你食啥物水嘛，迄可能讲较实在有迄个，咱像讲你皇帝爱神吼，要传上命令啊。这个路边无咱有啥物驿站啊，可能去这个驿站，驿嘛，驿站，驿头的车站啊，你若讲驿头的车站，驿站吼，伊这个官方的路公家单位的路，咱就比可能比较折啊吼，可能比较折，可能是只要做的呢，会变水的，可能你有那边食水咱讲一个水嘛是无咧偌清气，有可能去找迄个较清气的水啦以早求生啊，求生的技能。安尼照讲是比较直线的降对，若要转来咧，讲行人规山讲向西南边。转来的时阵是爱向西南边，西南边广东的西边就是广东的西边就是广西啊吼，所以讲讲着淮吉啊吼，讲着淮吉县，讲淮的
来者是迄个广西的迄个位置，安尼就爱用时间变做，所以爱用2个月时间，安尼距离较近，过了1个月时间，安尼转来时阵惊向西南边，我趁远啦吼，转了2个月时间，路嘛较无熟，啊可能路错较无好，较歹行，所以讲就爱2个月时间才到迄个。我咱到迄个大义林啊，大义林啊，大义林就是行迄个武林啊，武林有关系啦吼。咱读地理咯，地理啊。咱下层林啊，主塔林啊，龙族林啊，大义林啊，各有啥物林？哦，迄个五个岭，我叫做五岭，半岭啦吼，五岭之林，啥叫做岭啦吼。然后南中之林就是讲。岭南的人啊，五岭之人吼，咱主要是咧讲广东的人啦吼，迄个广东市林的人吼。即马去到较西边南边遐就爱坐落来，了才搁倒向东，了才搁倒向东，就是要转伊的故乡啊，毋过袂使到伊的故乡，遐人归顺啊，所以去到因故乡的较西边吼，会变相是安尼吼，个人来去研究。安尼伊故乡的广东新兴吼，还是咱来遐较西边就是讲个智慧啦，广东的智慧。今仔人吼，去迄个六祖寺呢，做事用做事。意会则什么？长呢？五会接种，就是咧分居15天，15天伊迄个人规内底遐听迄个去拍片。我迄偌辛苦啦吼，所以讲有法来去风华的节气，五会接种，迄个人规吼。15天看偌辛苦吼，你食袂好个吼，你来空气有呢，毋过他们来做，拢食迄肉片菜粿，水源机会放心吼。这垃圾堆嘛，咱有当时啊，可能用妈妈面，放心，咱水源机会做成熟。你有影片诶，网络，嘛迄个啥物千年菩提之路啦吼，千年菩提路啦吼，你讲来做吼，迄个影片遮济啊。你若甲找讲做六祖慧能大师传、六祖传，千年菩提路，你讲来做个，还有一个叫武登山，这个出名个叫做武登山，武登会员啊吼，顶底武登会员，会就是迄个规划议会，元宵议员啊，武登会员，咱就看即个优化手册啦，即摆比如讲了，搁来个防止人规赛，安尼收银的过程讲你千里风云出，这个一关安尼无简单迄个得着医院继承祖名做地人来做，我个名就连死人拢喺为山收银的过程中真是功课爱着去稳不断迄个人为内底所以人即个海钓的记念去迄个叫做六祖寺啊，迄个广东的四会啊，去个叫做六祖寺，即个结构用个西边，我印象即个咱可以参考迄个孟云老师有出迄个，即卖伊新版的。附近的这地图呢，新版的，咱有当时新版，有几个地图咱来做紧内底讲一个啥物地名啊，啥物地名啊，
来学习，把咱题目咱听清楚，会当读好。我印象就是，主要这段印象就是咧讲着啥物，也是许多无了诸多。也是许多无了诸多。也是许多无了诸多。以早是迄个我好几条我当时吼，伊迄个听有意，听这个也是许多无了诸多。原来这是人做环境内底的吼，做环境内底的。这个图吼，你看迄个阵啊，迄个图，共款的美啊，艺术无共款吼。而且咱经济好吼，就看就这个细小，细小代志甲引起迄个自信的，自信这方面来讲，讲起这自信自高。看着这个53页第2段吼。讲着自信自高啊，也是许多无了自高啊。第2段佫讲着自信自高一般人听咧讲自信自高，不能佫是帮人咱开这个网络影片咱常常会讲话来做咱处理咱画影片人会演，大家颁布啊，关于小部分趋势该随的角度不能这讲着这个学习许多无了自高啦，自信自高啦，不能高那么对咱作客提供是这种性的特殊呢，做导师的作客那模头是开悟者的这是生实物天人导师天人师人天导师人天导师天人天道的人道六道的人天导师那个世生的实物自身的开暖生化心、开心观心、细心化心自先主人天的得出那个配别得要传朝代的，就讲以观为书，以改为书咱会可能以这为师讲以什么为师？觉觉为师那影片内底有些就讲以观为师，就是讲以法不依人的依法不依人的，依法不依人的，咱这边得那做前提呢，一讲只是你们的导师而已呢，不可以前提你安尼帮我知道所以在就是讲以改为师，以改为师，以观为师，咱一般咧学习就以改为师干脆讲这八个是出讲这讲这伊嘛是爱遵守这大爱修这款依法不依人的所以后壁佫讲着这个，你讲人不易说出啦，违反咱气的这可见迄个大体这多数拢可能咱以后会发生代志所以人做以后有迄个这磨难对磨难人知咱修行要修干咱是有迄个这啥物预知未来预知未来，毋是天干通，毋是八字通，毋是星宿通，毋是老人通，
吼，你要讲是算顺应吼，过一个天理，身处肉尽，他心秀应吼，神通的力量，我简单。这个神通有个只是用电脑门口好厉害做一部影片足济人拢咧做，迄电力以为几亿啦敢若唱歌尔就电力几亿啦若是讲有法方法你要电上亿电力去做更较好，迄个应变咱就讲，规拢咧对议员的重心错乱咱是会个别指导大家若拢用伊的手机看伊荧幕就看还是用伊的电脑的荧幕来看伊若看啥物经看华华经啊，密佛经啊，做法做用经啊咱就讲我对他个别说点阅率上亿的所以说千百亿化身人家讲我经来对有讲千百亿化身千百亿化身那个方面网络呢，普遍正用善用真正它是这种功能，还有那个神通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希望能够善用的但是这个科技发展东西越来越大力做很热那种想讲大来这个我都控制无所以讲唔大用。咱若想讲我都控制无，为是想讲爱改善爱用有啥物爱改善即马咱来学习迄个无相无影袂当讲家己感觉解决可能我心就讲来看无相无影规定是为作义，佛教人言，两会中间自大米命，讲个米就是我的印象是我第三声，第三声要用我，这台语是表现力的应该但是台语应该力我叫是义工台音就是台语音嘛，后面力当我有这个有那个后面的音后面算一个第三声台语音是你啊你有人讲故意。我刚调所以我当给你以为咱这个准备物料，物料，大一点的这些生育练习这些跟他的道理跟他道理了，讲这些说呢，就是大的东西。我也是比参孙里台语我的印象，功力无做规了，所以不相同，相比越台语这个越轮贯，而像小闹或病政府依法依然义。虽然关修，我留下日子，将来体验，我为之掉后啦，掉后，
属性吼，答案名为明，先是制品数品中分性名多种，结义参纯为众人先，探究为为了。所以讲为啊，你来看迄个上下文的上下文的脉络到底是为然后那就讲是为众人先，为众人先，为然后那个印象，为众人先，探究为是种个属性的描述属性描写那个讲意思意思。来回应结，你台语讲作点呢？回应结义过有照相，处理表示个日久也灵魂草木中，为明是下段不动的段，段不动，乃原文。凭者莫为发来，不为依来，为灵随出来，随中。患者照相，为灵中内文，望行者为我说，为灵文，立意为断起来，可变现诸言。我先一点，要看嘛，咱来读册，咱把这个基础上面变，变这个通用假借通用，它古早的时候它没啥物偏旁的，有一寡字哦，咱叫讲伊对是咱古早字啊，较无偏，可能古早的字较叫假借通用。所以，每当我们无讲，讲最近有些历史啊变的会变变现主义，有新力量，我为逆说，别了久了，为人文，不输先啊，不输见无模型正以模型，国语嘛是模，台语叫模。介乎模式，动画啦，我这提供的当下动画，那个咱一般后为还是供应的是那个是以上座本来面后分来一个行来进行量身体，本来面目为明天下大我伊讲是做方面在修呢，修是再多啦，再多意思。因为若好是讲做好心啦，恢复啦，这是再多意思，叫修论文，将来日子以外，来回完回。所以当时到底回会有这个这个文来这个上海，或者文章的幕后，以外还朋友的以为人文污逆说家这规避啊，逆表翻角，逆在逆边。逆边的只是一条另外，归名虽在恩怀，是理性主义的讲因望之事，如云因水。因为读册时阵读水，
所以讲有读册以嘛，有咧讲话，会有同款。因为这规定需要规定我，你就就是无你当初原，这是咧讲合作，原来将合作方面的做出啊，先做好事啊，因有问规定点好啊，用心处理，于是你们从你想什么意思？向何处去用什么处理我是讲这什么处啊？你看，它属于那个打工啊，就是用心处理，因为会有什么地方，说有什么处。像你可能会有较古早字啦，你会字会，现在啊古字古早字可能会是有些什么意思那你看即摆有什么意思？蛇下蛇出去，用虾出去。回年关方圆完岁太方圆接济，无王接有名历史即内底咧讲着古元古书一条即个做衣挂当然咱离开即个做身边无若是咱的医生即使是证明真正是受害的大家拢要爱记伫个你可能一般的用迄个一般特殊会医挂咱真正爱生活是有形有相只要有逐放摸迄个刀，摸只咱放钱免夹哩只要逐放迄个摸迄个最高的境界一直做面这以前之前有考试的咱以前大家会训练大家我做叫迄问题都来接交代讲你们做面请就大家请手机来看卖伊个无做的是讲开我就去传做个经过这个考试咱做就是迄个无做的是所以咱得迄个做面你过程拢是做合理合法的毋过就是讲遮济人要坐迄个医馆所以讲有这介绍讲着最好，这个做以前做将军的，功夫都厉害的起来好啊，起来好高走的，所以讲受规条，这讲着这个介绍单位的，后迄个版本写写惠顺的，这版本写惠顺的，孝顺义顺的，咱这个版本是写惠民的。当做咱四品将军就做无简单一个今年内底来，咱乡中内底会做星光灯光主持的灯光会先是以前是讲灯光后来咱是讲这会课神光的时阵就甚至出兵进行的这将军呢，当我们起来的。这将军建军时阵，咱迄个设施所以讲可能先对提升起来，这方法，讲这方法，讲要请，我想要出家，看咱修咱这过程中我就拄着，后来佫拄着这大魔咒书大魔咒书的时间论嘛是无法度了达到大魔咒书的境界
是讲啦吼，因为当兵出来叫讲是应该是上老样的吼，讲到会有啥吼，袂用吼，今年上花地有今年咧做到后面的吼，是安怎？讲万法归一啦，伊重点吼，拢讲是万法归一啦。啊，毋过人大多数伊讲了，不然讲万法归一啊，伊归何处咧？你拢毋捌想过？伊较讲咱讲上讲到万法归一，咱咧讲伊就是道理嘛。大多数伊讲了，不然讲伊归啥？伊归何咧？所以咱后来发展讲，不知伊归何啦吼。是以成功拜谈无，你看少年为何事啊？只求一己的发表无，一己开头咱讲啥物？到底不知到底归是以成功拜谈，你说少年是为何事？只求一己发表无。万法归一我即马来大多数个进一步问我一归何咧？不知到底一归，我不知到底一归，以成功拜谈比如说历写少年会会是，只求一直多言论。所以讲民俗记调民俗记这想讲内底是做神光祖师的过程，然后祖师几个。咱讲着中分啊，前功尽弃是中分啊。咱遮这讲着单位语，出家人嘛是中分啊。所以这个中分呢厉害咱厉害的角色。所以伊先对着咧人做为人做事。迄若是讲有即个讲天命的宝贵伊波可以一个方顶，照讲呢，伊波的拢轻的物件，这中国是做有咱个啦，是咱会即个伊波，客袂简单，天命的宝贵恭敬礼由始终须有，命里无了时莫强求为人虽然讲将军身体甘苦好，就是无法度去得这即马咱会讲为迄个不是要为迄个伊波来，是要为着迄个法来所以呢，有一个心态就对了。一般咱的法律就是讲，我一个人迄个对来要爱干啥一般可能是爱先迄个财富。咱个进一步可能就命啊，所以爱转起点是理的就人做有意的知影讲人可能是要爱医过来要爱抢物件，所以物件去到迄个医院就发现要人去，规定来了摕顶来第二台语讲得断呢。我说台语讲的断台语音，也是断注意断的音提国不动。所以咱现在讲为人做事伊抄抄无对，该留你讲是为我为法来，我为义来这定来就是说呢为法来，我为义来这孺子可教的孺子可教的那个今晚来为人出来这样积德呢所以讲为人随处的反正就是讲为种地咱种地嘛种地望天下为莫顺咱若看迄个做官咧读书内底，真嘛讲做你来
是刀吼，有时刀，来看起来刀法。嘛迄个阿某吼，拢要收银吼，去讲请人啦，开工了看起来刀伊朋友吼，要收银，你若是去拄着吼，看起来甲通知，迄个树吼要收起。你早咱有迄个开工这样来说，这样咱重视一文吼，迄个先记吼，足宝贵的小学时册。即摆咱来看即个第二段大概第二段咱讲变色主义，来年放它啦变色主义讲嘛，年放它，有些一点就是在静心有些一点就是在静心。咱咧求道的时阵讲咱平心静气，未经理主咱有印象我平心静气，当然是静。安静静的，平心静气，会心离主咱为了天赋，会晓会啊，上班办道天赋会会，点道顺呢？平心静气，会定离主。离主离呀主啦结果头前个才变第二，迄个事情会定离主，变音呢？两个拢第三声啊，头前个才变第二，那个会定离主，平心静气会定离主，还有讲，所以讲交代讲，不属先，不属后，见你摸属当下咱今日特别注意了，咱即嘛嘛是来不属先，不属后，我当下。咱属先不属后，咱当下。对你摸属的这个当下意念要集中了这个时阵叫做要自心一处自心一处不是办法，我们上面经文这个经文，那是摩尼教经在42章，自心一处，无事不办的讲意念集中，有那么善的所以讲禅定，禅定的意念集中咱先禅定，给它定在那边来智慧关照为定慧等持定慧一体，定慧定用所以会自心一处不属先不属后这动它就是联想做本来就讲你囡仔就大很有慧根很有慧根那个讲一个话就是见这时间的指导就是开咱来看释迦牟尼有段有中段咱就是安尼讲记得菩提讲咱听的这个啥物课到底这个阿难课阿难尊者伫迄个要对讲进前，还袂必着阿难课，讲作悲伤的咧考，悲伤的咧安对，就觉得已经病卧着，阿难咧考。
灰心呐，他会继续接近。再过不久哦，当得阿罗汉果了，哦，这个这个变态了。那阿难尊者呢，是能跑到流失的，咱有机会看，咱之前有发现这道场流失的上，迦摄尊者了，有这个阿难尊者的，迦摄尊者有这几经典，阿难阿赖他有这几经，阿难，咱一般拢甲讲伊个多闻第一啊，咱听闻，咱就容易记的话，就讲会会会。那对于个多闻的无咧完全对，伊是人阿难尊者阿赖嘛，是对阿罗汉果的呢，直接一点较慢点，是迦摄尊者，迦摄尊者是咱较早，咱对对，阿罗汉果，是可以的，妥是的，可以的，头头一头啊，佢得一得的，头得的，可以呢。我靠嘞！迄阵个人咧，辛苦伊哦，比即阵去咧出国开发了，遐不甘苦都袂多日中一时啊，树下一宿，树啊就咧，请迄个人无来看伊，食迄摆，我看伊就是靠，伊再开始看伊。迦摄尊者讲过有摕着迄个有个家些讲去云南鸡足山咧等待弥勒佛，这看迄个网络影片有道，弥勒成佛记弥勒成佛记那个讲着弥勒会当成佛那个动画影片这样。真正会当看到迄个对迄阵咱咧讲诶，就是弥勒佛咱咧讲未来是迄个佛陀对着舍利佛咱弟子咱咧教导，再讲将来弥勒菩萨成佛，因为这里个弥勒佛，当然是讲着多率天啦，讲着成佛了状况，这到弥勒佛去云南鸡足山，几啊条透早几啊条他的树啊，小技术属于树啊，鸡足山，真正遐面做，迄用花较厉害啦迄弥勒佛咧手一过山就飞过，有人坐，遐坐到已经，迄物件探光，那上镜头来，就咱天神天神那个地方最啊大个，会有迄个镜头，那分迄个法地分迄个法地较浅，迄迦摄尊者嘞，迦摄尊者，迄个袈裟啊，高迄个弥勒佛，这过程迦摄尊者那会当神通变化，他变。那个梦也让他会弥勒成佛经，无简单啦咱就是讲以未来佛啦来导出咱弥勒佛是将来众生的归处的所以咱今晚过来看看这种画风的这个本来面目的咱的自信自信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在讲咱的卫生前的佛性先天的佛性后来咱佫讲着这个你讲文化秘以外，还有秘义秘以外，还有秘义，到底是要你着啥迄间烟头大满，费名，代表讲文化，还佫有秘义其实秘义到
跟是咱我来讲讲那个禅师哈，禅师见面不是都会鞠躬相对吗？哦，禅机啊，禅师哦，以前是见到一个讲机啊，鞠躬相对，所以呢没办法过。所以吼，当然放出来的是你个吼，啊就爱管教吼，你在你的心上吼，你是在咱的自身上吼，爱规管管教吼，你是在咱的自身上。密宗咧讲的密是啥呢？密宗咧讲的，密宗说的密是啥？身、口、意。密宗咧讲的三密是身口意。其实咱的三宝心法，是加这个身口意有关。咱的三宝心法就是要净化身口意，净除妄想，净身业口业意念，还要净三业的净身口意三业咱的修行的重点就是咱啊，净心业、口业、意业，净个心业就是身法，净个口业就是法宝，净个意业就是佛宝，佛法生三宝咱咧有报言观咱讲意所闲观，意所闲观法宝较悬，法宝较悬的老觉呢，还有无字真经呢，还梦见无字真经。身法身法就是迄个合同的手做合同手做合同就王贵持的王贵持恶的这是修身嘛。所以就是净身口意三业咱的三宝心法会有净身口意三业佛教的目的嘛是讲要净一切众生的妄想，净化一切众生的妄想佛教咧讲的转世成智，转八行行数必有咱儒家咧讲是，儒家咧讲是啥？格物致知要分第一的，要净一切众生的妄想，是爱专心心地咱今仔在人咧讲280数字，这咱做单经内底就会当看到这个数字你若像儒家咧讲的啥？业不地地格物致知的但是咱那两个进行特别选择，业不地。要讲咱古早祖先，咧讲的是咱即个台语若即个国语后来即个满洲人伊就建立了清朝伊就拥有政权要让这个语言统一迄个经过经过开会参课，当然爱参考台语音参考伊的音爱参考真侪所在迄个语言后来到迄个国语迄个数字儒家讲做结婚第一，结新妇呢第两边一般的解说讲是研究的学问呢无共款一般后咧讲的研究学问是讲用外求啦身外求道咱咧讲内圣的心性
亲情之合啊，迄个爱结婚内在心不良头，贪亲戚来事事结婚去贪亲戚来事事必良地哦，这个是找回咱的良心本性啊吼。即嘛过来念吼，念即个讲做哦，最后是蛇吼，规名虽在恩来，就是咧讲湖北黄梅东禅寺啊吼，湖北黄梅那个东禅寺。是现吼，主题讲吼，你忘记是有研究水有啊主题。哦，以早咧写文章拢会写着“无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这原来是来做单曲内底的，哦，来做单曲内底啊，语句啊，加点的吼。哦，咱若是讲，有遮个保障吼，啊，对迄个。对迄个宗教的科学吼，这样你那无用是，啊，练习吼，可能是吼，因为官员吼，伊可能是留美嘛吼，留美嘛，受了西方的文化影响，留美嘛，留欧同款吼，一个欧美文化伊源头就是希腊罗马文化，希腊哲学家。希腊哲学家的观念哦，对宗教有足鄙视的，哦，这个问题就出现了。要讲咱对宗教咱足注重吼，宗是宗旨呢，道是道法，这宗旨哦是足伟大足神圣，道法道义哦，这教化人心。这样咱有意义的代志，这人家动作讲这幼稚无知哦，西洋哦哲学家可怜的，安尼传给到哦，所以吼，变成对迄个宗教可能较无尊重。因为发展的过程中有迄个基督教嘛吼，有迄个政教合一嘛，后来佫变分离嘛吼，政教分离，变成政治吼，大部分的人拢是政治较大的。结果用这政教合一的就是讲，不是有国家换地方啊，那个政教合一，我做的是，我哪讲我做出来，他都能建立个，以财生啊，不是财生，宗教都必须帮助，建立的所以讲教讲咱这个。宗教是要帮助建立，这是好的部分吼。不过爱尊重宗教吼，你若可能像迄惊迄个百姓叛乱的吼，拢就宗教当做爱王法，要控制，要管制，动不动就啥迄个叛乱还是啥邪恶还是所以无共款的国家无共款的环境会当有这个好的环境，办说明一个福报一个语言的良好的福报，良好的语言，咱是必须的照讲迄个迄个真心是办好的，爱教人者，伊本伊就生死拉锯像咱以前来讲，经历30年讲两章，老前人、修老前人、圣老前，那个圣老前人伊对着咧中台湾咧政权迄就是中国民党提出来了政府啦中华民国政府提出，中国大陆了后发生的事情所以大陆大会咧讲这个监狱政府安尼处决然后监狱真正迄个地位都管圣老千人智慧高认为杀头枪毙告老还乡
真足大个秘书呢，咱咧修行的过程中拢会，这秘书较薄了，以后是安怎办？这嘛是一个问题。我拢会讲这秘书的薄，啊，不是这样来得那个办，这那是伊个立场的吼。不过若遇到考验时阵咧，遇到考验吼，毋莫遇到考验通常好啦吼。遇到考验就爱想着讲要算人生，伟大的精神哦。能够牺牲，咱会当成为心力30哦。咱即马做哪咧三代，四代典哦，拜了嘛，咱爱去拜张老先生、邱老先生、盛老先生哦，受到拜咱修行人礼敬尊敬、尊重这是大彻大悟生死拉平生死拉平以道为尊德为贵用这置生死于度外咱一再讲这个，给讲到这些什么置生死于度外，置生死于度外，那就我们对一点的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完了以大物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照讲这是足应该的毋过世间人世间人看人，讲对家己无有责任世间就是咱有一寡无稳所以讲爱付出代价就对啦付出世间的代价，得到先天的你着先天的幸福这个当下就是一种智慧考验让我们放弃不别是觉得我放弃我教他也不放弃放哪些放哪些事放哪就在善这讲讲就是像咱爱好咱无老先以莫代其心家做进来啊名义来功课性命财产这讲足少的啦，足少的，这无咱这里差人无老天是讲来牺牲嘛，对这个思考思考思考老大年，讲大年圣经是咱来的所以讲咱祖师伟大的精神。来，今仔后壁咱讲做最后讲的这个甲基建讲爱印江西的圆州甚至伊即摆要离开做圆州书到底要几个去？大家基建到底几个去？几个去嘛是要方法理性做这样的地可能咱也发言咱也发言太阳时在地铁福建厦门漳州还是晋江晋江的是泉州咱在读册晋江的是泉州它的龙溪的是漳州晋江的较古早一点还是要有泉州古早，咱咧读是看元朝泉州的第一大港。泉州元朝时阵的第一大港口所以说当然也在贸易泉州所以可能是因为泉州你拿回来晋江晋江是县里，晋江是泉州然后晋江是泉州一部分。晋江还是马口。要我当我晋江晋江，然后晋江也可以
州的吼，迄庙说顺天，顺天府哟，啊，龙溪那是漳州啦，吼，云天那是漳州啦，啊，漳州是较南边哦，漳州是较南边哦，泉州是较北边。哦，啊，咱咧代表个漳州、泉州来咱台湾以外咧，哦，这是主要的部分啦，哦。福建过来主要的部分是来自漳州、泉州，啊，漳州是较南边，啊，泉州较北边咯。哦，泉州是较北边，最过来到代表你爱较北边。哦，跟其他比代表较北边。哦，咱哪里？哦，这个晋江、泉州哦，哦，原来我这个时阵就咱西边转运嘛。哦，这个时阵西边转运。咱遮凉凉，咱迄凉凉，凉凉咧做哩。你袂拄较过啊？到大天嘛真热。哦，我刚好你家己个这个地方哦，啊，毋是啊，毋是这个哦，因为咱是咱热气高温晚上连雨也到有关的。我们讲连雨都没有到关。知道这里，不够。哎呀，一个装修好卖的。现在真的。那个五金变成。一个变几百。哦，你讲到这个，哦，要去第七条的哦，哦，你去看迄个身体探病的，哦，探病，惊寒，哦，还拢较惊寒惊风，这探病，人人拢讲到这里，要，哦，我从着负责状，较好搞，点点点。你啥物户呢？是条户的对。探病啊，哦，这蛋挂了，我就是这些。啊，那当时那当变啊，变好呢，啊，无以为，王元节祭，王节古啦吼，原是江西的盐州啦，江西盐州啦吼，你爱看地图啦吼，啊，王是迄个盐州内底王山，哦，你看，盐州里面有龙山，啊，咱我建议讲泉州内底有晋江，哦，每地开发哦，每地开发。哦，所以当时哦按照湖南江湖哦有很多那个大修行哦，所以说招访我们到江西湖南那边风云书哦唱起啊，建那美术馆那个有建的，那个主要建有这样所以我是要把到家可能有些提供对哦，